讲迄研究直直哭啊倒头哦，怎害头啊？只要一条路好行，只要一条路好行，我怎哭出来？什么路？只要讲相信耶稣啦。倒头安尼讲？倒头80外岁的会讲叫我相信耶稣啦。好。啊，我是讲我拜偶像、拜神、拜到这个心，什么信耶稣我他听有。伊讲你信耶稣，伊讲我做实的哦，你去找教会啊信耶稣。佫会讲你叫传道帮助你按手祈祷，只要有这条路好行，伊才会平安。我讲奇怪，太安呢？他有啥物耶稣吼？啊，我讲啊，安尼啊，讲嘿，只要你等，只要这条路好行了。我讲好，爱就退啊，就退档啊。讲我拢袂哭研究，也袂讲啥物，也袂讲叫我调我上生拢袂。我讲好，我等来时阵差不多晚点，甲阮大家讲，啊，你今仔问了安怎？有佫叫你调我上生，我讲妈无呢，讲只要。世界无奇不有，社会包罗万象，彩色人生有真理，有平安，有自由，有喜乐，有愿望。亲爱的听众朋友，你现在所听的节目是《厝边隔壁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喜信。今日喜信特别来到咱嘉义市阮本会真耶稣教会百兴教会遮，特别要来访问本会一位兄弟吼，叫做黄永成兄弟吼，甲伊的太太詹美珍姊妹要来访问因这个翁仔某伫信仰的追求顶面，一寡真美好的这个见证咧，要来分享，互咱亲爱的听众朋友知影。因伫未信耶稣进前，去互魔鬼处置，所以家庭真袂平安，开真济钱，嘛是拢袂当得到医治。所以讲起来，人生会当讲行到一个绝路，敢若亲是一个黑暗的人生，毋是敢若黑白尔吼，真正是黑暗的人生，已经拢无希望啊，无前途啊，甚至有可能产生到家庭的破裂，非常的可怜。永成兄已经来伫喜信的边啊，甲永成嫂啊，咱也先。请因吼，甲咱拍者招呼一下。永成兄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你好，感谢主。永成兄一边还有因太太，就是詹美珍姊妹美珍姐啊，也甲咱听众朋友来拍者招呼一下。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你好。真感谢咱美珍姐啊。即摆吼特别来访问永成兄，甲一个美珍姐啊。先请问永成兄吼，恁故乡是佗人？我故乡是太保市碧乡里132号。太保市吼，或者咱亲来听众朋友毋知影讲太保市是啥物所在，当佮甲咱讲一下吧。是啥物县？嘉义县，早是太保乡。太保。嘉义太保市。恁故乡细汉就拢住伫遐？我细汉住伫碧乡里。碧乡里离恁即马大遮偌？伫我碧乡里来到遮就9公里。9公里啦，算隔壁村仔呢。目前几个囡仔？我目前3个囡仔，一个查某的，2个查甫的。感谢主，咱先来听众朋友，你听到永成兄伫咧讲，因兜拢总安尼拢总5个。我即摆吼看到因两个阿某，充满着喜乐，充满着幸福感。或者咱先来听众朋友，会看见讲因哪遮好，像喜信讲所描写安尼，真正因本来就安尼吗？结果毋是安尼，真正若毋是主要所祈祷的一点，因今仔日真正是真惨啦。总是咱即摆要来请问永成兄。伫你较早生活中间，你对神的这个观念是安怎？我的信仰都用魔鬼控制。为啥会叫魔鬼控制？伊就是魔鬼要使用我，要起落唔起落，拢改在魔鬼的手头。你是做啥物种？伊要甲你用是啥物情形？要叫你做啥？你知无？有3、4个罪名要使用。敢袂是讲做当机就对啦，做伊的迄个代言人啦，吼。这个魔鬼咧，这个修正你吼，要使用你的时阵，伊甲你做工，互你做艰苦的时阵，你感觉是？我魔鬼做工，感觉到安尼吵拢倒咧直困安尼。一直困
英成遐吼，因为伊算当事者无毋对，但是迄阵伊无清醒啊吼，已经拢去互迄个魔神啊吼，甲伊控制掉了啊。伊的这一举一动啦吼，各种的代志，其实伊家己的太太上清楚、上了解。咱即马请李婷姐啊，就是即个英成嫂啊，来甲咱请听众朋友来做一个介绍安尼。阮就是拢拜五常吼，拜啊足新鲜的啦。一天吼，就是阮遐5年一届吼，5年天岁，就是伊去考驾驶证到桥头的时阵吼，都运装运到遐啦。运到遐的时阵，都还没收磅安尼啦，算意思那时候还没收枪啊吼。等下学倒仔动的尔吼。阮就是讲，人咧运装，人拜五常的人拢知，运装的时阵拢爱使迄水果吼，3杯清茶伫咧外口红桌顶。迄搭就芳迄茶就伫啉的吼，倒仔直直跳直跳，忽然之间倒仔静动起来。怎人咧运装的倒仔吼，咧含人咧跳直跳，人奇怪，即个人都毋捌咱咧跳，他向直直跳。就装的人就伊看拢无人要插伊安尼。怎跳起来，人运装了的时阵，伊怎共款就掂去啊吼，掂去我就拢无插伊啊，然后我是讲插安尼。经过一工吼，伊看拢会上当，拢会晓下鱼安尼吼，咱魔鬼爱就会下鱼安尼。我就去问五常啊吼，人讲对庙五常你互问，讲迄无要紧啊，迄都有啥物神你伫来做祈祷安尼啦，吼问了，但我就无插伊。过来过一工就过经过一工去吼，拢我倒内底拢会艰苦啊，找去看医生。医生讲说胃发炎尔啦，再营养今仔去看看，会再看等营养就好好啊。明仔载就搁发艰苦啊，安尼艰苦搁去互看，就直拖哦，拖足4-5年哦。人报对五常较兴哦，我拢去过哦。伊即种情形有4-5年哦。4-5年哦，不过4-5年哦，有神问甲无神啊啦。医生嘛是看甲无医生哦，请好山，迄阵了一间大病院，迄阵嘛拢无健保，你知影？囡仔3个啦吼，阵囡仔佫细汉。我本身我是伊的太太，我脚佫无方便吼。伊都无去验，我脚无方便，我就过去因兜吼。我就拢摕迄手工加工啊，当啊厝车啊。阮去互看吼，迄一撮拢1000外，当了1000。吼，本来有钱，开拢无钱，无钱的时阵，我拢甲车加工的头家娘招啊。伊拢招我去伊去互看。我拢无歹势去来招。迄个医生的某吼，先生娘也是真好，看伊可怜啦。我无你来互伊看，互伊先生看吼，你连讲有钱较摕来嫌我。嘛是真好啦。这还佫有拄着好人。嘿啦，拄着好人。我讲吼，伊看嘛无效，人讲伊看医生嘛，都爱问神啦。我就过去问啊，吼，对神较兴，我就过去拢去等啊饭店，我过来讲去问神拢爱红包啊。咱个家庭较善食，我拢包200块。有钱，头壳有钱是包600，即摆咱若包600块，伊就看咱较有，你知影？会叫咱坐。写符后来，咱会讲你当安怎食，安怎搭。伊也看红包较少尔咧，无啥欢喜。所以嘛是为着钱啊，为着钱人是足现实安尼啦。伊问较尾来的时阵吼，伊就应承吼，互魔鬼指伫本来无啥物严重，本来。还佫会去做工课哦。阮总下咧讲古吼，人下咧西镇咧开咧讲古的时阵吼，伊伫家己也去做工吼，就拢撞倒来安尼，目睭青紧紧吼，有倒徛拢伫冲倒来。有诶迄监工吼，看伊安尼危险吼，拢会讲请伊坐汽车互伊坐倒来啦。倒来的时阵吼，伊就拢伫操啊啦。种诶人吼，看伊伫操嘛，拢无啥会插伊，你知影？因为操倒来就当厝安尼困啊，未食未。忝了对。忝诶，我迄魔鬼指伫足忝诶，嘛毋是正经神啦。神你也要采用人，伊无需要，你是魔鬼伫甲你指伫，互你人袂做，佫互你袂食哦。即魔鬼也来的时阵，伊也要食饭吼，头壳直直害直直伫下去哦。安尼啊？踮厝吼，透早就是害啊。对害艰苦，佮我共借钱借着，叫医生看倒来是好好，佮经过一暝过尔，就佮害啊，就佮艰苦啊。我嘛讲嘛毋知是要安怎，有路啊行无路啊，有医生嘛问无医生啊。人做讲阮隔壁啊，种一个下厝五虎的庙，足兴的啦。讲你去啊吼，迄人诶对拢来咧问遐厝五虎的庙，我讲哟，有影吼，我世界问透迄句遐厝五虎的无，我去问无庙，对啦。来试看卖。我来家试看卖吼，阮阿姑啊、阿金拢伫遐哩吼，来边养，
我就起来问到尾啊，问3段4段，结果咧叫我安怎咧？调两尊五常，等下我来听头，迄个倒头是80外岁啊啦吼，啊伊咧皮哭脸叫啊吼，啊拢差不多1、2点，下翻点较来上当啊吼，啊哭哭啊，到尾讲你调两尊五常落，我讲调两尊偌济，伊讲迄两尊就爱开2-3万块啦。讲好，遐尔济钱，我嘛无想讲只爱调两尊，我讲调两尊就好，你要互应性会好起来吼。我会去趁钱，我调互伊，我来共借钱来调。伊讲好，你听我话，调迄两尊就会好起来。我怎去甲理解吼？去人借钱吼，迄一个月2分的利息比互生哦。我起来借3万几箍，等下佮叫人去调两尊五常落吼，迄两尊五常就开2-3万箍。了落时阵，家己抬担听头，结果咧无回好起来。但对魔鬼愈济来，足济来治治伊哦，治治甲，互伊吼爱要魔鬼过来爱要灌农药要啉，爱提锁要吊刀，伊也要吊刀时阵，我就意我厝边隔壁逐个来阮兜，变来甲伊扭吼，安尼我安尼哭安尼摇，我毋知影是要安怎。啊哥吼，较尾来时阵，五常已经吊落啊，毋知要安怎。我嘛，逐工经过一工，庄个人拜五常讲为咧头家啊，阮庄就是无迄个私人的庙。啊，讲迄头家的人吼，阮庄个五常号差不多20尊啦。来菜我共管迄两尊，含我调迄两尊，佫10外尊调菜我听头。我逐工都直直甲伊拜，含应承为着伊讲看伊会好起来吼。我直直甲伊拜，啊，佫买迄金哦，要足济哦，一摆拢收规大堆吼，互伊讲保庇回金好起来，你互应承会好起来咧。我一个人一尊五常，我拢要拍一块金牌甲伊吊诶，等伊兴钱。结果我下愿嘛是互伊袂好，袂好应承诶时阵，迄阵魔鬼艰苦诶时阵袂做工，我共买一只牛。差不多10万块尔，人迄牛仔囝互我，连我俗俗卖，我是讲好啦，啊无也袂做工啊吼，啊无大趁是无咱饲即只牛啊大只诶时阵吼，咱无来共洗田，一工几百块猛趁吼，伊饲即个家庭，啊佫有饲3个囝吼，来割草回食就好啊吼。啊我就家买只牛来，较无1万来几千顿来，啊就经过家饲差不多2-3冬啊，迄只牛仔真大只吼。足大只诶时阵，要去人洗田吼，啊魔鬼家己逼我也无法度洗，啊无迄只牛到暗晡割草回食，啊食到尾诶时阵，就爱猛饲啊讲人隔壁吼，人迄田边有人咧叫查某工咧赶一工300块啦，吼我无头家你叫阮应承，阮翁去赶好，安尼啦，吼伊讲好啊，伊讲伊找人一工要趁，我讲袂啦，我计300块吼，等下吼我就通买菜吼，要兼正只囝配吼，伊讲好，无叫恁翁来应承来我才会趁你赶我讲好，明仔载叫去赶，结果去赶咧，暗暝头家讲你明仔载吼莫来赶，我是安怎？遐田头一直上当直直跳，迄拢走共目睭啊，我个去人赶倒转来，吼，伊就无爱请阿吼，讲好啊无爱请，阮翁也无法度趁，是要安怎？我讲是无办法，隔壁我去拜头人一个，阮装一个就做明仔节，伊送去来拜头，阮明仔节，阮成日去人赶一工300块，无法度趁咧遐跳，遐上当，魔鬼遐家己治治，无你。工程有咧欠忙无？你甲阮成个引起工程做好无？伊讲好啊，无我明仔载来问头家看卖啊，安尼啦。去问头家讲好哦，无你家己带恁朋友要来遮上班好啦，即摆拄有咧欠人。即摆过当出来去上班，一工顿来，一工讲300几箍，顿下阮翁应承就讲恁诶，我今仔趁一工300几箍，当他有遮好，头家他随互你做，你就需要钱好领咧。伊就叫我明仔载免去啊！我是安怎？是安怎明仔载免去？伊讲去魔鬼佫甲我捉去遐吼，我佫上当啦。去互头家看到，伊讲吼，你明仔载免来，我负担袂起，因为你上当个机械，你也是规去拢落，加一支起来，头家嘛爱负责，
嘛爱望阮翁啊吼。对，魔鬼也要掠伊去，就爱掠我，毋通掠阮翁啊。好，伊好脚好手，就爱掠我。哦我因为我脚吼较无方便吼，互应承他请迄三个囝，就掠我。是安那魔鬼毋来掠我，要治治阮翁咧。哎哟，啊，恁翁都安尼，毋太有法度，魔鬼才会治治，恁翁就去拄着即个代志。饲只牛，人啊，毋叫伊去驶牛犁嘛，无大趁啊，对无？魔鬼你甲伊治治的时阵，伊无迄度去割草，互牛食，我着安尼骹无方便，搁去割迄甘蔗的草吼，啊甘蔗做粿仔拄，啊割只尾一底，安尼养过头前，咱搁压落去粿仔拄的甘蔗做粿仔，啊割迄甘蔗尾当互牛食吼。我讲啊无牛来卖，嘛差不多有3万外4万遐吼，啊，着叫牛贩来看，讲要卖迄只牛啦。结果牛贩来看了3工尔呢，迄只牛无卖去，去互差仔甲我偷牵去啊！我绑伫一个茶叶啊吼大叶啊底，甲我有说甲我刮去啊！应承透早开要牵牛，我出去外口包，伊讲啊无你又甲我牵迄只牛去包，伊讲无啊，我无甲你牵牛，啊看到迄牛数咧，已经用锁啊。绑咧吼，爱用刀啊刮去啊，要用头啊刮去。迄阵吼，我拄好生上细汉诶，拄啊未满月，拄一个生差不多半个月尔哦。我听着讲迄只牛去互刮刮，阮大家当路直直哭，直直哭，伫找迄只牛，伊哭讲是因囝诶性命金。讲阮囝诶性命金啊，迄只牛就是因囝诶性命金。装诶人是讲奇怪。应是因老母是因的阿嬷死去啊，是因还佫有外妈，就是因外妈过身去啊，是啊无因迄老母通啊哭干来讲，囝生命紧。当时啊，人听者较真讲伊的牛已经去互偷看呢。啊，装的人讲是足可怜的哦，啊，个菜仔毋比伊较瘦。啊，伊红看去迄早伊发现着人的时阵咯，魔鬼吼，佫咧甲伊指直跳讲东边西边东边西边哦，直跳讲。看位遐去哦，我倒来徛目睭青紧紧拢找无。啊，我厝诶五常足济啦，也袂保庇啦。啊，我安尼无使，我因早暗拢家烧金纸，安尼烧偌济，你知影？我无钱，搁去点啊欠呢，欠当家烧互伊咧，搁有着保庇回好，互家来平安呢。结果拢无保庇我，拢互我无平安，无平安牛啊，互牵去，啊，逐项无啊。我讲生不如死。我讲我要死，看是我的命是安怎魔鬼会甲我治治到即款啊！我一只牛，哪讲的是阮的性命，经我真看是看迄只牛的钱尔。啊，佫去互牵去，啊，差仔毋比我较瘦呢。迄暗，安尼绵绵啊，互我佫足凉冷的时阵哦，我总去规间外口，我本来想要死，规间门口，伊讲神啊，我无讲王爷讲阿嬷怎报，我讲是。咱的真神啊！你着救我啦！我是要安怎就好啦吼。应承我翁过来安尼身体来安尼，啊我一只牛向口看，啊三个囝则细汉，你也要治治咧，治治我，你也要拖我去，无你只有拖我去好啊啦吼。我昨晚目屎流起来，昨晚困咧。我讲明仔载过来下厝五虎问五常，伊是安怎叫我调2尊五常落，互我家内拢无平安咧，佮互我了遮尔啊济钱。我讲成诶，明仔载过来甲问，伊讲好，过来。我迄个早，迄个豆搁遐烧香，要讲要过来甲伊请教，迄暗。去等过洋人吼，去等到差不多饭点嘛哦，拢无来上当哦。我过等工搁去来啊，来上当啊。当顶叫我直直哭，啊咧倒头80外吼，迄讲做做中重病啊。为阮老母遐看啊，讲叫啥物电工啊啥啦吼，安尼啦。我电工啊是要安怎咧？叫我调2尊5常落，我嘛调落啊。钱我嘛已经去人借啊。啊，但得互伊拢无平安，互伊母家愈严重，你敢知影？伊讲是安怎严重？我著搁讲互伊听，讲安尼是要安怎？好，伊拢迄顶叫我直直哭，啊倒头哦，怎海头啊？只要一条路好行，我怎哭出来？啥物路？只要讲相信耶稣啦。倒头安尼讲？倒头80外岁的，讲叫我相信耶稣啦。好。啊，我是讲我拜五常拜神拜到这个心，啥物信耶稣我他听有。伊讲你信耶稣，伊讲我做实的哦，你去找教会，啊信耶稣，
佫会讲你叫传道帮助你按手祈祷，只要有即条路好行，伊才会平安。我讲奇怪，太安呢？他有啥物耶稣吼？我讲安尼啊，讲嘿，只要你等，只要即条路好行了。我讲好，爱就退啊，就退档啊。讲拢袂哭脸叫，也袂讲啥物啊，也袂讲叫我调我上西拢袂。我讲好，我就转来时阵差不多饭点，甲阮大家讲，阮大家讲啊，你今仔问了安怎？有佫叫你调我上山，我讲妈无呢，讲只要一条路好行。阮大家然后哭着讲，哎哟，牛嘞哦，是要安怎要等死小？我讲毋是嘛，伊讲叫我相信耶稣啦，信耶稣。伊讲只要即条路行，无袂好啊，安尼。阮大家伊嘛是无反对，伊讲伊也互我的囝会好吼，伊也随在我啦吼，叫我信耶稣。我讲妈无，我暗拄好拜五暗去问的啦。迄阵吼，我伫魔鬼伫治治的时阵吼。我就听着讲人个信耶稣诶戏，我是拢无兴趣迄啦，因为我拜五上拜到这个信，我哪有想去信耶稣咧？是。逐项是我父啥物，我观音嘛，即讲吼，王爷讲说逐项拜了，只要耶稣我拜无着，我管妈讲妈，无我明仔载吼，人个讲有一个耶稣吼，拜人吼真耶稣教会。啥物人甲你讲？我听着阮爸讲吼，神节啊吼，住伫边仔骹啦吼，安尼伊就是迄阵捌讲要招阮去信耶稣，讲哎哟迄。敢有可能？我上会厝经诶，咱逐工拜甲迄热心，要伊早就要烧我去信耶稣，只要有敢讲出来，叫我信去，有敢互我招，伊想袂到讲我会去开喙讲要含去信耶稣。过当早我困起时阵，看到囡仔用诶时，我就去因兜我讲爸讲，我要含你来教会信耶稣。伊讲有影无？我讲有啦，我只要迄条路好行尔啦，只要相信耶稣即条路，安尼伊讲好，上介好，我早就要招你来信耶稣。伊讲今仔是拜六是安休，叫我安尼吼，我会知我叫阮永成含你去教会信耶稣。伊讲好，你毋去，我讲我毋去，我要请家公诶，我叫他带你去就好啊。伊讲好，安尼阮10点聚会啦吼，叫9点半就来阮兜，我带伊来，安尼吼。我讲好，我等下就甲永成讲，永成爸讲今仔要去教会吼，今仔是拜六安休日，你去含伊去迄，我毋爱去啊，我要来请家公，无我今仔无去车吼，减趁食800块吼，我欠人钱未还了吼，用拄无够，你肯去倒，我莫去，你去看卖安尼啦。伊讲好，无我9点半甲咱甲爸讲去，伊说衫裤清清诶，会知9点半甲阮爸讲去教会去聚会，差不多12点嘛，我就煮诶。安尼等下食饭，我想讲我煮过咧，都莫煮遐济啊。伊平常时都拢食一束啦，尔看迄毛水个水甜吼，我就看伊安尼食吼，拢一底一束啊，食一束啦尔。即摆迄早来聚会登去个，好，那心情足好诶，足欢喜诶，你知影无？我主要饭讲登去呢，我未食就甲我食了。我讲奇怪啦，去问我上。几啊年毋捌安尼食饭？几啊年毋捌安尼食饭啊？吼，讲奇怪，去问我上登来时阵嘛是拢食一束啦尔，嘛看伊拢袂轻松，是咱去教会登来呢，他会则轻松。好，登来我会笑。伊讲好，等下，我讲互你听。讲是啥物原因？你讲互我听。讲好，我今日会使去教会，比着100万较欢喜。一个艰苦白听诶人吼，伊讲即句话吼，实在吼，我实在足欢喜。伊逐日都忧头甲面啦。平安比钱较重要。平安比钱较重要。所以讲，比着100万较欢喜。伊就讲互我听。好，等下我会使去教会。好。我心内足欢喜诶，兄弟姊妹吼对我足好诶哦，做爱心诶，传道吼，就会说拢甲我问讲你是安怎吼诶情形，安尼伊就讲互伊听啦吼。传道讲你只要有迄个信心，你行即条路对安尼啦吼。伊讲好，伊决定要行即条路，讲拢帮助伊按手祈祷诶哦。搁兄弟姊妹吼拢甲伊鼓励安尼。伊甲我讲吼，咱无像咱去问迄偶像吼，去倒红包。我今仔去也免红包呢，都免钱。逐个拢对我足好，叫我就搁来哦。嘿，搁叫我食饭，我讲毋免啦，我等下厝食就好啊。像一家人。嘿，咱像一家人，咱袂死咩？嘿，足熟安尼。头一届见面尔，毋是讲见足济届面咯。讲足好，比咱家己吼，好足爱心诶。恁整个人吼，看我安尼上当吼，逐个嘛拢无讲，逐个走了拢会惊啊。咱若想要甲伊讲一个话咧，伊想讲好，我要甲伊借钱。对。都相骗啊。好，人个教会吼，兄弟姊妹毋是即个情哦，咱逐个做爱心，拢对我足好诶哦。恁呢？我会逐饭拢甲伊食，完你无饭我食，讲好，你尽量食，我用搁煮较济互你食，安尼吼，我嘛看伊足欢喜，讲无你下昼吼，含我来教会好无？我讲去敢好卖啦，我会去敢趁诶。好，你来做你就知啦，莫去安尼啦吼。我讲好诶，无我下昼来甲头家讲我下昼莫去车，我下昼来含你来教会一届就好，安尼。
我当去甲头家讲，去个五常十外抓的都无遐好啊，去个一届就较好。我讲卖啦，伊但我卖做吼，我放加一波就好，我来试看卖啊，安尼吼。我起来也是这样，我感觉做好，互我感觉甲会流目屎。你也感觉真好。这么做好，我等就讲互迄工程的人，大家听你知影。讲好，我今仔去啊吼，比我四个去问五常阁较好啊。伊讲啊是安怎好，你嘛讲我听。讲我去祈祷，毋知影了。伊讲是安怎祈祷，讲祈祷，啥物传道讲啥物洪水耶稣圣名祈祷，念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哈利路亚赞美耶稣。我都惊念安尼尔，无念啥啊。有用啥物符啊？需要你食无？讲无咧。有用啥物符啊？你当下打无？从你以前安尼打无？讲嘛无。无啊，遐好讲嘿有影呢。我心内足快乐的呢。真好呢。伊讲迄很好诶，是咪吼？阮迄大工诶去算，阮即辈同西诶吼。我时常甲伊照相，阮翁诶伊情形伊也拢时常目睭看着啊。伊讲吼，伊叫阮翁永成是叫尼桑，讲叫我是叫嫂啊。伊讲吼嫂啊，后面遐尔好吼。我看你就去，我去看卖下哦。还是看你今仔心情特别好啊吼。伊讲伊鼓励我去啦吼。我讲好，讲你要去看卖，讲嘛，我嘛要去迄。讲你毋去吼，无我即摆逐工吼，暗时人迄个有聚会啊。安休日是拜六，你安休日吼拜六的时阵拢互我休困的，因为我甲诞生好哦。我也看伊伫魔鬼来甲伊指示时，我念哈利路亚赞美说，伊人咧教会传道讲赶撒旦吼，来赶的时阵伊会退动呢。伊上当会怎啊点去哦？点去都点人济咧，啊，怎就好起来？耶稣的名是天顶真神的名。就好起来吼，无体验讲安尼好，比你食糊啊水佫较好。我怎直来无道，直来无道。伊魔鬼拢甲阮指示，会对伊来拢一路吼，我著载3个囡仔，含我著4个，啊，对应成做一台学都徛载5，拢做5个人。啊，魔鬼拢会互伊吓伊哦，吓啊，拢会哦，我拢甲伊赶撒旦，哈利路亚赞美耶稣。啊，来咱教会时阵咯，魔鬼就走去啊，就互伊安然自在自会煞。即当过上当，过上当，魔鬼过甲伊指示诶。伊阮就甲伊祈祷吼，佮甲伊赶撒旦，爱就好去啊，都拢袂上当啊，吼。啊，若佮问对我上较兴吼，我就拢无爱去啊。要专心我靠主。专心我靠主，我就落去无道，伊无道，无道到尾啊吼，半冬的时阵啊吼，渐渐来应成身体就主要所吼，人民医啊，互伊身体较好啊。本来伊一工300块嘛，趁袂当来啊，无趁工程也无大大。到尾无道到尾的时阵吼，阮附近一间工程啊，应成转起来因，啊，就安去大。感谢主耶稣啦！啊，主耶稣甲伊安排甲吼，互迄间工程互伊大。啊，佮安休日即摆应承来讲头家，我吼是信耶稣的人。啊，我拜六安休日我要去休困好无？啊，拄着迄头家嘛是真好啦。安休日要休困，要来聚会。啊，头家讲好，啊无互你安休日休困，互你去聚会。我结婚伊差不多较济冬啊吼，伊毋捌带工程带较好诶，带到多半冬有法度赏金吼，赏1万块倒转来吼。我著足欢喜，拢四个去讲吼。真久毋捌做工过啊。毋捌带遐。几啊冬啊，若赏1万块，当好迄个过年哦，我著足好过年诶啊，吼。啊，我著足欢喜过，因为伊迄阵我无信主诶人吼，就是拢拉目屎会过年。因为魔鬼甲伊指示，啊囡仔佫细汉，我也无钱好款菜来过年，咱大欢喜过年，啊佫爱拜吼，拢无钱通去买来拜呢，拢向借1500吼，拢买较少诶鸡肉，啊下底拢带咸菜。啊，咸菜较俗啊，顶面铺鸡肉拜拜啊，嘛是拢食袂落啊。看伊安尼吼，翁婿身体艰苦吼，咱做某甲嘛是拢无迄个心情好食，拢足艰苦。啊，毋过如果信主来无都半冬啊吼，一直来诶时阵，不但免拜，佫欢喜，佫互迄个大工程顺利。半冬头家赏金，互伊1万块倒转来，过当好我过年，啊，我拢去讲互听，我逐个人厝边隔壁拢替我欢喜，哦，安尼足好，你真正厝边隔壁逐个好，隔壁逐个替我做我讲，哦，恁安尼毋捌好诶过年，啊，恁啊这对鸟说很好诶过年，今仔佫要下青草，佫食甲遐尔好啊。我是足感谢主耶稣。
我就信心愈有吼嘿。我甲迄阵拄好高长了，有当一百天，人讲去家庭聚会啦吼。我讲咱即马是做歹所在，我一间房间，搁一间灶骹尔。哦，较早拢是基础啊。我讲要来阮兜，人讲家庭聚会，我是足爱人来阮兜家庭聚会啦。我是伫甲高长老讲高长老人拢伫家庭聚会，会当来阮兜家庭聚会。如阮咧所在是足歹啦，主人是人规堆的啦。对对。寒人是寒到要死啊吼。高长老讲无要紧，无要紧，你爱人去恁兜家庭聚会吼，我安排来。迄低调都会当祈祷啊，佫是一个灶骹。好，感谢。然后我甲我讲哟，我灶骹甲低调算来是差不多啦。因为我灶骹是兄粗糠灶的吼，厝顶拢昏啊，乌索索。我兄粗糠也较袂晓兄吼，桌顶拄摆伫迄粗糠灶，迄个喙啊，兄也袂个捧起来吼，迄菜汤拢是迄粗糠的以外，我嘛毋敢多讲咧。照啉。照啉嘛，无要安怎吼？迄阵艰苦魔鬼之地啊吼。我讲甲高长老讲，高长讲好，你爱人去咱兜家庭聚会吼，我安排来恁兜家庭聚会。安尼爱就甲讲，后尾来阮兜家庭聚会时阵，我讲好，安尼好，我足欢喜的。迄个晡我就开始清灶骹啦，桌顶要食饭的合起来，量早食饭吼，我惊一粒医疗尔，也无医啊了，我去隔壁共烧医啊咧。讲好，因为人要来阮兜家庭聚会吼，你医院为了招偌好，人讲好。所以咱厝边隔壁算逐个嘛拢真好啦，真好啊！对，伊头啊吼招互我，我就举当个拜拜，内底丢死惊咧，昏乌我洗袂起来，丢死我学臭死较长的惊咧，就来阮兜家庭聚会。我就足欢喜的吼，祈祷啦，唱诗啦，俄罗斯啦咧，我嘛感觉足好，应承嘛是足欢喜的，魔鬼也拢袂来啊，增加一天的平安啊，平安就是趁钱，安尼若平安就是费用，佮有村规划嘛是好啊，阵无平安的，一天开1-2000块，对啊，但无趁，佮开，佮共招，一个月20你互生啊吼，3顿佮无这顿饱。我实在吼想要自杀死，只有耶稣是救我，我有今仔日啦，对，我都伊祈祷。热人的时阵，要来安排阮兜家庭聚会，讲哎哟，内底佫热到要死吼，电风我就去赶去人招来吹，足热讲无来凉亭啊，高长老讲好来凉亭个聚会，我就吊网粉点好，我4家粉碰碰。哎哟，安尼我是足歹势哦，安尼大家做有爱心的，大家嘛做会较好个，拢来我聚会，安尼网规堆安拍，我家心内嘛足开，我只要祈祷，我看人有迄一间个客厅，我足欣赏，暗中拢只要去祈祷，讲主耶稣吼，你互我今仔家庭遮尔平安啊吼，来阮兜家庭聚会足歹所在，热人是网规堆，寒人。内底安尼才会内底乌酥酥，我拢无医啊安尼，我只要耶稣你互我有平安吼，趁济钱吼，我来六个月较欠吼，搭铁厝就好啦。我无甲你哀求甲讲到起厝啦，我互我搭铁厝就好啦。即马我都拢祈祷，我做信息用早暗嘛祈祷，一早时也祈祷吼，拢祈祷祈祷甲我拢流目屎拢会哭，我心祈祷我心就酸，我会哭啊。我耶稣互我有今仔日吼，安尼祈祷了后，耶稣咧。互应承迄间工厂离开啊，无大，无大。我惨啊！耶稣无互应承大工厂无收入，去拄着伊较早做工的头家，伊讲头家你请我，互我一届的机会。我即马甲以前无共款，我即马是信耶稣啊。即马魔鬼吼拢袂甲我制止啊！头家看应承安尼讲哦，应承你即马哪较好看，无像以前安尼吼消散落吧？伊讲头家我即马是信耶稣啊，我也毋是拜偶像啊，我即马食饭食会饱，我本来是大工厂吼，我即马工厂无大，我想要来做工趁较济钱啊。做工迄阵一工拢1000外箍咧哩，工厂较少钱哩吼。安尼耶稣安排互迄间工厂无大，伊就是要互伊去趁济钱。好，即摆去做甲以前无共款，感谢主耶稣甲应承同在，互有迄个力量哦。好，变叫，佫迄个智慧，互伊安尼，佫暗时啊加班空刷啊有吼，中昼佫做趁过，拢互伊袂艰苦，互迄个开力，迄种主耶稣伊帮助互迄个。迄时阵已经洗礼啊未？迄阵无到半冬，我就洗礼。我已经大成得着圣灵，应承较尾就得着圣灵吼。头家讲好，学落安尼咧，讲好即个人他甲以前差遮济，咱无共款。迄阵做无一步就走动，做着安尼爱情动爱，无人无呢，安尼要死动爱吼。即马好，佫有迄个开力佫当伊讲信耶稣呢，若信甲遮好安尼哦。讲应承你认真咧做，我
放吼一寡互你，我发落你来甲救工，一工吼你有法度叫10个，一个人200箍互你抽。哦，足感谢主！我听到这个情形，我真加祈祷，真个感谢主，拢感谢甲流目屎应声啊，翘倒来出去，我惊拍放出去。我拢规阵房间祈祷吼，我祈祷到半点钟，我祈祷较哭咧。我有今仔日嘛是主耶稣互我，我嘛无今仔日啦。我着钱甲伊欠的，我袂黑白甲伊开，我甲伊兑回啊、6回啊，伫纳啊钱伫村，好，啊我毋知安怎村价伫村，好村内啦得几百万呢，所以毋知几当年哦。那因为我听了一则圣经，主耶稣吼，咱劳苦担当他为我遮来，主耶稣一定互你得到安慰。因为我听到这则圣经的时阵吼，互我有真大的信心，因为担遮尔啊担，我无法度担。主耶稣讲有法度担咱来担来到遮来，一定互你得到安息啊！主耶稣嘛讲伊是爱通人的心，爱通的人，伊迄个报仇的心，伊无咧甲咱看见。对啊，伊佫袂趁你衰，佫即担担，只有主耶稣好度甲我担。差不多信主，差不多6档啊哦，讲吼安尼，大概来遮家庭聚会拢即个歹所在，就来起厝咧。迄心就遐要起厝有钱啊，我就想着主耶稣啊，吼，讲我要我有遮钱，有法度存落来，嘛是主耶稣想着我无今仔日，我真欠人，我行了啊，我6月表开来，我欠遮济钱啊，吼，我车加工诶，毋免甲伊头家借钱啊。我大概人因为我无信主诶时阵吼，有领钱甲无领钱我拢袂欢喜，因为我拢甲头家借过头，对，互永sen去互看，靠了，心内足艰苦，根本无钱好领，钱还佫欠人诶啊！我做暝做去暗时拢加班啊，你永sen安尼艰苦，啊我讲我无车袂使，啊囡仔细汉，啊即摆佫会当欠甲买。大家领钱我嘛拢甲人1个月万几箍分尔，大家领我嘛有通领啊，好，大家拢替我讲米丁啊，好你上骨力，你暗时加班领上济，好，我讲你心内感谢主，感谢主。阮细姊嘛，因无够阮信，拢逐工去钓庄啊吼，拢伫趁钱，讲，啊嫂啊，你即马信主有较好啊吼，讲啊无想要起厝哦，讲你今仔要开喙就我起厝哦，安尼啊，我讲好啊，咱碰条件讲奇怪，你靠可能，你信主信几冬尔，你真多共借钱借干尼咧，你今仔头好多想，我一家甲伊借尔，你佫真正讲好哦，安尼啦吼，阮咧门口边足快吼，我厝新即马现成也老诶。咱在座也无多朋友知影吼，无信主诶吼，要看我诶厝，一当来阮兜啦。啊，我为门口埕吼，足快起倒起来啦。安尼起2栋，当阮细姐妹一栋阮诶啦吼。啊，我较早诶厝，迄块地剩阮第3细姐妹诶啦。吼，迄地我互伊。人工开恁兜翕相。好啊，啊吼，啊即马国公红诶，我讲吼，我要起厝，我有一个建议，你毋知买无？伊讲要啥物建议？我讲我今仔有法度起即块是主要所信属互我，啊我目的就是客厅要较大间诶哦。啊你也袂较甲我房间壁起起啊，我就无法度甲你讲价壁起，因为我就是要互人来阮兜家庭聚会吼，较快。伊讲好，你会爱求互你客厅较快诶。啊我怎啊真正客厅较快，足快，若几遍真快，真同情啊，要家庭聚会真快。啊怎落去？所以伊也要逐项要用好诶，我嘛对伊用好诶哦。奇怪，你头先尔济钱，我要用好诶，你也无爱用较歹。伊讲说诶，你也无钱，伊讲我无钱哦，你也无爱用较好吼，迄衫啊啦吼，爱阿妈头迄减啦，免用较好，袂用好。即主要所想，我逐项嘛要用好诶吼。啊，直开到尾起到2楼诶啊。我存100几万，开完啊。啊，伊讲要搁读2楼3啦吼，看我袂啊，我毋读，莫读，我硬要读。我讲有心起就起要到啊咧吼，啊无起要到，后盖嘛废去。我靠祈祷做啊，互我人来甲我召回啊呢。讲叫我纳啊，讲啊好咯，甲你纳袂咯。我存成100万，这啊起起来都爱开1-2百，多一个月纳3电回啊。3万块，一个月拄有3个人来甲我召，啊迄20足低，拢标800、700就外标对嘛。啊一个月迄。一回拢有30几个，啊3电表开都有成100万啊！你吼，我感谢主，拢毋免去行事，主要所拢甲我安排到足好势哦。是逐日都有工好做，尤其拢一个3万外的收入，逐回佫有存家庭费用啊，啊甲怎2楼3起起来，拢总起50几平，看到啊咱遮兄弟姊妹去哦，吼，逐个拢替我足欢喜，啊我拢去车加工啊等吼，车甲足忝，毋过开门入去吼，袂忝。
吼，哦，看到这种事足舒服的，嗯足好的啦。拢主要所的祝福我。所有祝福，无主要说我嘛无嗯今仔遮尔好，比互我祈祷的，佫互我较济。哦，超过咱所求所想。过咱所求所想的佫较济。嗯如果所求所想的是要剔除，哦，是要到主要所互加几我。啊倍。加几啊倍咯，嗯互我起金呢，互我开100万嗯咯，都毋免去人招我，若尾做顺势的，嗯，佫互我安尼足欣赏，讲内底有一台钢琴哦，我来教会看到一台正琴足欣赏呢。对对。发工资发了，佫有剩10万，我起来买一台新的钢琴，嗯，佫伫客厅，啊，互囡仔弹。互囡仔哦互伊抒情，为事抒情做工。哦，感谢主。咱亲爱听众朋友，伫即个时阵看到因两位，拢充满着迄个笑容、平安甲幸福，真正是主要所祈祷的恩典呢。临到着因，也互耶稣平安呢，成做因家庭中间的主宰。所以即马呢，拢非常的平安。咱都已经有听到咱美婷姐所讲，主要所祈祷的多领甲祝福。咱亲爱听众朋友，你应该对声音内底你都通去感受到因安那欢喜，因安那感谢。甲即个神的即个带领，甲魔鬼做工迄种苦楚，你甲比较起来，你就知影。所以咱先来听众朋友，假使你厝边隔壁，你的亲戚朋友，也是你，无论讲你即马是伫啥物种的境况，咱相信呢，也佫无讲像永生兄即种的地步啦。伊都会当伫这样严重，这样有可能伫即个家暴任务中间来接受主要所祈祷恩典来得到这种平安，来领受主要所祝福敢讲主要所袂互你嘛？伊卖互你，所以阮真欢迎咱亲爱听众朋友，若有时间半晚来阮各所在的真耶稣教会遮来祈祷、来听道理、来听见证、来接受咱兄弟姊妹的爱，互咱彼此扶持，成做一家人，伫主要所恩典中间呢，来享受主要所祈祷无比的福气。咱相信呢，主要所祈祷会互永生兄、美婷姐拢得到这样大福气呢。敢讲袂互你，咱的神真正是袂变态人的神。真感谢天顶的真神。最后，请咱永生兄甲咱亲爱听众朋友来小介绍一下。目前你即摆已经信耶稣信10几年对迄个魔鬼的处置，互你安尼用要安尼家破人亡中间，一直到今仔日，你伫节目内底，你的感想安怎？我主要所恩典互我足济，我接着真耶稣教会，互我直直发展起来，互我搁起厝，还搁互我遐囡仔搁读书。起厝了也无欠人钱，安尼我就足欢喜的。主要所恩典互我感谢。所以咱亲爱听众朋友，我即摆看到永生兄伊咧讲一句话的时阵伊就是真正对迄个心灵来头，真正也互咱大家啦真正耶稣基督恩典已经临到着伊今日一直到即摆，拢一直感谢天顶的真神。咱即摆请即个美玲姐最后甲咱亲爱听众朋友来讲几句话，互咱亲爱听众朋友分享你对主要所来喜乐啦。听众朋友，我信耶稣，真心来足好诶吼。主耶稣一定买爱你啦吼。主耶稣辛苦互我买辛苦，咱遮大家听众朋友，因为咱若来信，有迄信心，主耶稣一定会辛苦互咱诶。因为小买吼，你顶吼小见证诶吼，真正实实在在我拄着诶患难中咱听众朋友吼，你有迄个机会会当来阮真耶稣教会吼。咱遮百兴教会这是伫啥物所在？你知无？是博爱路，是靠近咱高速公路迄个免入去高速公路迄条路，即个博爱路遮啦。这博爱路吼，咱听众朋友吼，拄伫路边尔，路边尔，咱大家当遮吼。我想迄是咱人甲客诶，对无？嘛是人甲好诶，咱实在心态，实在咱拜了做毋着神诶。咱真正真神就是主耶稣，甲咱创造我无主耶稣，我真正嘛无今仔日。所以，亲爱听众朋友。毋惊伤慢，只惊你即马无要来，所以今日因为时间的关系，今日访问呢就到这个所在，咱做来向天顶的真神来祈祷。奉主耶稣基督性命祈祷，亲爱主耶稣，阮感谢保罗你的性命无煞，因为你是创造宇宙甲中间万物的独一主宰，也是造阮、生阮、
养育阮的人类天父。李想使凉风外去，日光伫这地面上，生长着五谷菜色，互阮人类来享用。你也想使指教阮活命之道，阮会晓找到人生的活路。因为你是阮人类独一的救赎主，阮伫你的恩典下面来蒙福。你对万百姓中间也先竞选了阮，互阮得称作神囝的名分，并且你赐了天顶各样属灵的福气互阮，互阮有信心、智慧、能力来荣耀、来学到你、来亲近你，伫你的内面来得蒙保守，灵性来得到长进，赢过一切的艰难甲苦难。感谢慈悲的天父，阮也有真侪人过去，当阮无认捌你的时阵，阮的信心受了魔鬼撒旦的创治，进入了阮的心中，互阮身不由己，扰乱阮的生活，致使甲阮伫各方面失去秩序，过了一个痛苦的日子，互阮众人活伫伫苦楚中间，用尽各种的方法，拢无法度来得到真正的平安。主啊，阮感谢你，永生兄伊自从认捌你了后，你借着你的带领甲恩典，真理的话语，互伊对邪灵做当机的危机中间，因为顺服你的救恩，成做平安福气的转机，对魔鬼手中得到讨棒，得享主你所赏赐的平安。靠着你的真理的圣灵，以后拢赢过邪恶的挑战，得蒙你的保守。主啊，阮人活在这世间上，魔鬼邪灵兴风作浪，互一寡人还阁活伫患难中间，拢因为阮无认捌你，结果阮真侪人找到一寡毋是属神的来做倚靠，开尽所有的钱，身心也受到真侪的拖磨，甚至到走投无路地步。主啊，阮感谢你，借着今仔日你所拯救、所竞选的儿女呢，成做你的使者，伫空中勇敢见证你的带领甲恩惠，互阮侪侪较无你救恩的朋友呢，也会当认捌、分辨什么是假神，什么是应当敬拜的真神，什么是出于真神你的灵，所产生的果效是啥物呢？就是活命甲平安。主啊，阮知影这是非常要紧的道理。求主耶稣基督你圣灵亲自运行，来帮助带领，来开启阮众人的心，互阮人人拢会晓找到你，做阮的救主，做阮的真神。互阮囝仔来就近你的同胞，也拢会当担着你恩典的滋味，来过着真正平安幸福的生活。愿一切荣耀、宝乐拢归你。哈利路亚，阿门。今日真感谢天顶的真神吼，这个机会，喜神会当来遮来访问着永生兄甲伊邻者啊，因将因对主耶稣基督你遐所领受的恩典来诚诚实实、快快乐乐，存着感谢心、敬畏心、虔诚心，来向咱亲爱听众朋友来做这个介绍。因时间的关系，总是以后若有机会喜神会当过来邀请因来节目中间，甲咱做来开讲，做来见证，来感谢天顶真神的恩典。最后呢，愿神呢，甲咱亲爱听众朋友同在，也愿神呢，祝福恁，甲恁一家都当平安喜乐，大家平安。听众朋友，大家平安，大家平安，大家平安。